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清，欢迎收看今日新历6月7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早起大家妈祖庙镇南宫宣布讲，新历11，今年度的料景就要起价，不过活动的规模会较缩小。交通部公布国内安心旅游补贴的方案，团体游览一个人一日补助700，自由行的饭店一暗一间补助1000。高雄市韩国瑜市长早起去考昆县议长宁静念香，行政院单期迈副院长是无加说明参加市长补选的意向。早起大甲妈祖庙镇南宫正式宣布讲，新历11这个礼拜四，今年度9日8暗的料景特别起价。不过，同款也伫咧地方传染症咧话，对庙方出去行人员嘛准则伫咧800名左右，佮有起价宴软轿卡这款大型的活动拢会取消。大甲镇南宫上午11点正式对外宣布，大甲妈绕境进香，6月11号暗头11点准时起价。6月11，就是这礼拜，个拜四啊11点就要来起价，同款咱9天8暝，大家拢一定规路拢爱戴口罩，要注意安全。时间到第3天了后，大甲镇南宫强调，早就甲各宫庙协调好细节，即马解封啊，绕境活动伫清洗妈祖了才定下时间。因会做好1000人以下人数控制，取消大型活动，减少软轿卡车的动作，嘛会要求信徒室内外保持着社交的距离，甚至会采取实名制来控制人数，因无正面回应。所有的队伍莫超过800人，咱拢照咱的政府的这个规定，1000人以下，就会起价宴，咱今年嘛取消，包括伫新港祝寿大典，咱该大家自由参拜就好。信徒听到3天了后，大甲妈祖起价绕境的消息有淡薄意外，但是认为庙方应该已经做好准备，家己会检视伫人群内底做伙，实在是食饭的机会。就算讲是疫情已经无遐尼严重，嘛袂用你大主大意。有点讶异啦，因为我是还不知道要跟着大甲妈祖走，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遵照，大家一起共餐吧。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稍微要注意一下比较好。这个大甲妈绕境依然是维持9天8暝行程，横跨谢县市上百间的庙宇，以及每年至少起200万人次的参与。大甲镇南宫庙方承诺会做好防疫甲人数的控管，但是问到事前是不是有甲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来沟通过？镇南宫方面强调，未来咨询甲请求相关的专业协助。记者综合报道。早起交通部嘛公布咱国内安心旅游补贴的方案。对7月开始，参加团体游览，一个人一日补助700。若家己亲戚朋友招出门自由行的，饭店一暗一间房间钱补助1000，几个人做伙就通补助几暗。另外，还有22间游乐园开放予高中以下学生休热期间完全免费入去佚佗。配合疫情的稳定豆豆解封，交通部宣布7月7日开始扫安心旅游各旅补助方案，补助自由行的旅客每一暗每一房1000块。伫咧补助期间，每一个人限制使用1摆。团体旅游的部分，本岛每一人每一天将做700块，离岛增加到1200块。各旅团若是有请合格华语导游，每一团各有其他的补助。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平假日都适用办这个国旅团的。如果你请到导游领队，让他们有工作来带每一团每日额外奖助1500元。另外，交通部考虑到进前因为疫情，真侪学校取消校外教学，还有毕业旅行，所以伫咧休热期间，高中以下学生会当无限规界免费入园。全台湾总共有22个主题游乐园参加这个方案，估计各项补助措施会投入去39亿的经费，希望会当带动638万人次出去佚佗。利润少，可能品质也差，这是过去很多人对国旅的印象。所以我要拜托业者，就是说一定要发挥你们的工协会的领导力，不要去好像这个杀鸡取卵，生意做一次，要让它口碑行销。热火的情况大家尽量省嘛，防疫的是讲这口罩唔通袂去捡。这两个代志做好，是台湾内底拍照拢无问题啦。交通部表示，特别邀请卫福部长陈时中出席安心旅游的记者会，就是希望会当摒出各旅的人潮。另外，因为目前边境还未开放，也有交通观光产业无法度伫咧这波各旅补助的效益内底受惠，所以交通部会搁推出纾困3.0，针对特定的业者予因补助。记者综合报道。
因为5日祭到，台湾铁路局宣布讲，对新历6月24到29中间，加发114班车，消头上北落南的人客。另外，普悠玛甲泰鲁阁这几款快车的车型，嘛会开始卖客票，一抓102张。高铁这边的政策是讲，5日祭期间，也是所有的车抓拢会对号，无安排自由座甲客票。先生，麻烦口罩请戴好哦，谢谢。伫咧台北车头的代替月台尾2站进前，工作人员严格控管，若是无挂喙罨，就禁止入去。这摆月台了后，大部分的旅客嘛拢有挂喙罨，车厢内底座位安排，乘客嘛拢有保持一定的冷风。代替表示会优先来卖瓦塔门的座位，若是无法度保持安全距离，也是会要求乘客挂喙罨。这个车子的利用率比较高的时候，还是会有民众坐在一起的情形。如果没有办法保持适当社交的距离之下的话，我们还是建议民众还是必须全程佩戴口罩。代替表示，虽讲6月初7了后大解封，毋过毋是全面解禁，敢若是有限度的放连管制。5日这连续假期特别来呀。代替表示，从6月24开始到29，六港加开114列出的私运列车，主要是卖对号的座位，暂时无开放客票。毋过普悠玛好、新自强好以外，各列出当日限量120张的客票，和民众来买。我们是以总量管制，每一个班次是开放120张，会去劝导旅客不要过度集中在某一节车厢。要回去的话，通常都会提前先订票，而且现在防疫期间嘛，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措施还蛮正常的。另外，针对华东地区登去故乡的民众，代替表示，从6月初10开始到12个饭店为止，采用实名制优先订票。若是高铁表示，5日这私运期间，超有297000人次完成订票。6月24到28期间，也是维持专车对号，暂时未开放自由座。毋过强调讲，会继续观察旅运需求甲运量，调度评估增加帮助。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政治的消息，高雄市韩国瑜市长去互市民转票罢免了后，早起是先去共迄天过往的柯坤元议长陵前念香致意。眼前市长这回他就要补选，顶一回代表民进党建树韩国瑜，就是现任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早起倒转去到高雄参加活动。不过，刚好要争取提名，伊是无加说明。谢谢。来麻烦一下。高雄市长韩国瑜出现去议长柯坤元林堂念香，拜一是韩国瑜被罢免了后头一个上班日，还是柯坤元林堂头一天开放外界念香。两个人伫2018年市长选战期间建立亲亲的交情。韩国瑜带领市府局处首长第2摆去致意。所有好朋友，所有高雄市民，永远追思。韩国瑜被高雄市民以939000多票罢免，到中选会公告改制进前，韩市府进入看守的期间，所落来高雄市长要进行补选，不过想到柯坤元雄雄过身的冲击，国民党态度不明。所以是不是对于后续的补选问题？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另外被看作是民进党补选人选的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会再转来到高雄出席第1届的国家海洋日的活动。对于是不是要参加补选，还是代理市长，并无直接表示。我想不管是任何人的参选或者是任何的补选，那我相信都必须是对于故乡高雄有热爱那对于整个市政的选手也都非常的娴熟了解那我想这个是我们高雄市民共同的一些期待。陈其迈表示，高雄市民已经做出新的决定，希望重新出发，嘛希望过去1年的纷纷扰扰赶紧结束。嘛讲到几多项爱赶紧解决的高雄市政，对于补选虽然无表态，已经做好准备。记者李小燕、赵元、陈宪坤高雄报道。国民党江启臣主席面对韩国瑜市长罢免通过，还有柯坤元议长过往，这种种的变化，早起也开声要求蔡英文总统身为民进党的主席，上好就要约束手下的人马，唔通阁放消息继续甲已经过身的人造乌。另外，江主席也甲党内同志表明讲，市长补选这局脚步一定都要徛好在。国民党主席江启臣亲身主持扩大主管汇报，面对上任了后头一战失败，高雄市长韩国瑜罢免案通过，佮加上高雄市议长柯坤元伫咧同一天过身，国民党的气氛是真稀微。会议进前先带领党人为柯坤元默哀，面对伊的死亡，网络顶悬是出现袂少消费伊的文章。江启臣批评民进党爱蔡英文出面约束，严正的呼吁民进党的党主席蔡英文。约束你自己的参政同志，约束你自己的网络侧翼，
政治可以激烈的竞争，但是不可以竞争到没有人气。国民党并无真侪时间会当伫咧比拼当中，江启臣真积极伫咧部署后一步，面对党内台东议员陈鸿忠要退党，伊甚至甲党内讲离开嘛好，因为刷落来国民党会面对更较大的挑战。高雄市长补选这一战，伊是要搁爱争拼。昨天在高雄，我有机会跟韩市长见面磋商，也听取他的意见。我们也紧急召开内部主管的谈话会，我们持续锁定适合的人选。这一次的市长补选是本党继续关怀经营高雄的重要支点。拜三的中常会，江启臣邀请所有的中常委、甲党务主管做伙去高雄，要听高雄在地的心声。若江启臣敢会亲身参加高雄市长的补选，嘛受到讨论。江主席亲征高雄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相信国民党里面还有很多的人才，这些人才只要找出来，大家就团结在一起，全力以赴。侯友宜指出，国民党面对高雄市目前这个真困难的时阵，应该更较团结，嘛要找出更较优秀的人才，直接来面对挑战。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国民党籍的花莲县议员蔡启塔，因为进前伫咧担当花莲市长的任内，牵涉收人工程的谢礼，6月初3，去予最高法院判决15年有期徒，搁夺去公权7年定案。早起去到监狱报道，蔡启塔牵手大声替伊发出冤枉甲毋愿。伫咧支持者甲村里人的陪伴，因为贪污去用判15年重罪，前花莲县议员蔡启塔要日加服刑，亲友除了真毋甘意外，嘛真烦恼伊的身体，因为伊口腔癌无法度吞，心内打击更较无法度接受。从政到现在哦，不要说市长任内，都没有拿过1毛钱，也没有跟人家吃过一顿饭，何来贪赌？我一定会上诉跟重审。蔡启塔用指控伫咧市长期间，甲前立委林正义涉嫌甲厂商收购米厂，伊日审总共判15档，褫夺公权7档，伊不服提起上诉，叫最高法院驳回专案确定。加上批评讲无符合比例原则，连判决书都未收到，是安怎爱日加？奇耻大辱，一世的一个就这样子被他这样子糟蹋。做事的人要肯定他，不是让他最终。人生的最终是这样度过。花莲地检署强调，讲照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伫咧宣示判决了后，处分就已经开始，无就着判决书未去影响执行，非常上诉的部分，若是当事者认为判决有违背法令，会当提理由书提起非常上诉。经我们审酌后是有理由的，我们就会把它转呈到最高检察署去，那由最高检察署的检察总长来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诉。国民党籍的蔡启塔伫咧花莲政坛走跳30外档。捌担任过市大会主席、市长、国民党县党部的主委、县议员，伊的议员身份初3已经启用改制，议员释出会由各选区第2关票的候选人齐主峰来报。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进前台东公司经营权烧井的事件，还有台北市双子星大楼联合开发案幕后的金主，拢捌引人议论讲，这敢有中国迄边的资金来介入？早起到立法委员甲民间的团体指出讲，目前约束中国资金来投资的法律，拢是马英九总统任内所制定的。但嘛望国安会经济部这个单位，都要赶紧检讨警戒大胜。反制渗透，刻不容缓。听做会话口号，基进党立委陈柏惟甲经济民主联合智库，初八伫咧立法院举行记者会，指出目前中资来台湾投资的主要规范，拢是马政府时期修订的结果。2016年蔡政府上台了后，到当也毋捌修正检讨相关的规定。伊是透过着资金来影响着台湾的政治环境甲即个经济因素，所以导致着如果你若有摕中国钱，你也毋敢讲伊的歹话，进一步来控制你的思想行为甲言论，这就叫做中国渗透。我们所有的制造业呢，已经95%的业别项目开放中资投资，包括呢敏感的高科技的机体电路制造业、半导体封装测试。好，那这一些难道不需要检讨吗？
反倒中资会当利用法规的空隙来台湾，唔来威胁到台湾的产业，嘛有各自落实的风险。立委呼吁蔡英文总统伫咧第2任期内底，爱赶紧启动法规修正的工程。如果台湾的这些本来可以收集到我们资讯的业者，直接被中资渗透，譬如说以大同为例，那如果今天中资可以过来的话，6月30号召开股东会之后，大同掌握了多少我们的个资？针对各种法令的调整政院乐于见到各方提供意见。那政府也会持续盘点各种法令修订的必要性。除了大同公司修正经营权的代志，台北商主请联合开发案嘛，拢引起中资的疑虑。因应最近中国人大通过香港版的国安法，立委嘛质疑讲，中资可能会利用港资的名义来台湾，嘛应该检讨港资，敢是要搁下用认定是一般的外资。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内政部移民署表示讲，这当阵南北2路的收容所人数拢将近要满了。其中就是按越南来脱走的移工，互人查到收容入去内底上介济。当然已经有要求越南政府紧派飞机来载人。总是支持外国劳工的团体也讲，这移工毋是犯人。在因咧看，关入去收容所根本就较无下情理。越南政府从今年3月份开始锁国，踮伫咧台湾的越南人无法度转去。互警方或者是移民署查到的4名移工，嘛敢若会当踮伫咧台湾的收容所，等待转去因的国家。也若移民署伫咧全台湾拢总有4间收容所，拢总会当收1323个要放送转去的国际人士。不过目前收容量已经达到8成，内底以越南籍的移工上侪。像是台北收容所，目前的收容量已经达到94%，而当中越南籍人士占了将近一半。其实整个总收容量大概是8成的话，大概是各个国籍都有了哈。但是因为其他的国家都没有这个问题了，目前是只有越南的部分没有办法去遣送啦。那因为越南它主要就是因为目前它的国境还是那个关闭的嘛。移民署表示，最近已经有一架越南的包机，甲驻留伫台湾的越南人载倒转去。不过，迄当阵是以有心的人等等的交民优先，移民署会阁继续寻求外交部甲越南政府的协助来包机遣送。越南锁国了后，逐个月差不多有300多个越南4名移工去互查到到案，送到收容所。移工团体认为讲，这对防疫是无帮助，嘛会增加收容所的群聚风险。我认为第一个就是说，在现在防疫期间，不应该再长期逃逸外劳。好，移民署不应该说一套做一套，不用，我觉得是不用把他们当犯人一样，然后把他们关在收容中心里面，然后先上的行动。就是本身我因为犯一个行政相关预许拘留的法规，然后把我当刑事罪犯一样关在收容中心，那本身就是不合理。移工团体表示，4名的移工并不是犯人，若是收容所满会当请 NGO 的团体或者是教会等等的民间单位来协助安置。记者综合报道。之前咱有报讲，台北文华东方酒店有宣布，对6月初1开始，无要去接人客来订房间，阁会大量裁员。但经过台北市劳动局介入调查，早起陈信如局长是讲，6月初5有接到业者通知，说明劳工甲公司双方面已经打合好势，6月底以前会遣散207名员工，7月初6所有约束的条件也拢会发落甲完成。那目前呢，要解雇的人数在6月27号是205人，在6月30号呢再增加2位，所以呢这一次的计划呢重新提供之后呢，这一次的解雇人数会达到207人，也就是还有5人呢将会被留下，好继续在公司任职。顶个月底，台北文华东方酒店临时宣布要大量遣散员工。经过台北市劳动局介入调查，也要求业者6月初5进前都要报告大量解雇的计划书，嘛已经有针对加班费、薪水发放的情形落去检查。但新竹局长当时讲，因为5月29，劳资双方已经有协商好势，约束的条件嘛比劳基法所规定的较优先。等刷落去，会继续观察，若是公司无照聘照行，才会处分。目前也有消息讲，陆军要踮台东机场内底建设一搭军事直升机的基地，因为即阵台北甲外岛飞台东的飞行机抓所产生出来的噪音，已经有扰乱着四边住户的生活。早起机场周边10里的里长和民意代表做伙出面，甲县府订正讲，县府就要转达无欢迎陆军直升机、飞行机的机场基地搁再来。空军陆队第主力机长阿帕奇直升机起飞，发出高分贝引擎声。空中列队飞行各种攻击的直升机，引擎声嘛突破天界。即马传出陆军的攻击直升机，按算要进驻台东的民航机场。
初八台东民航机场周边包括康乐里、丰年里、丰田里等等10外个里长甲民意代表，共同提600外人的联署陈情书到台东县政府，要求县府出面向陆军表达无爱陆航直升机进驻。有5间的学校，吼啊，佮有即摆佮有一个300户的幸福住宅嘛，拢起伫啊，所以阮遮里面吼，大家足反对安尼。协调好军方来跟民众来做沟通，因为我们希望说，这整个过程能够让民众安心。民航站统计，目前台东航空站包括民航技术训练、甲正常民航航班起降的次数，平均每天有200架次。里长是烦恼讲，未来若是佮加上陆军直升机起降，声音会佮较大。不过根据了解，目前陆航直升机进驻东部的计划，已先互立法院下令，目前陆军嘛不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 Google 的卫星地图，近来搁重新开放台北、新竹、桃园、甲台中这都市区立体 3D 影像图的资料，互民众运用。军方嘛依法要求 Google 公司，都要甲地图内底15大军事管制区的影像抬掉。不过桃园龙岗遮一大新起的北部地下备援作战指挥中心，因为还阁无公告伫咧军事管制区在内，地面的设施即马嘛拢看会到了。Google 卫星地图最近开放部分地区3D 的功能，其中伫咧桃园龙岗医院的附近，一个伫过去毋捌互发现的营地，最近煞互看到。过去为平面的角度来看，因为装塔了真好，看起来像草坡啊。毋过透过3D 的地图，内底技术是一个碉堡，含通讯的天线拢看现。国防部表示，这个区域目前并无列伫咧国军目前公告的军事管制区。我们国防部是依照已经公告的要塞及重要军事管制区所涵盖的一共15个管制的位置啊，那目前已经移除了4个啊。那至于说其他的11个军事管制区的影像移除的部分，我们也会持续的协调内政部来做管制。国防部10几年来，真积极伫咧做重庆14号战略保存的工程，针对本岛4大作战区的指挥中心展开地下化的工程。若是台北台电核三指挥所受到攻击，这个地下指挥所就会当取代指挥的机制。另外，附近的21炮支部地图嘛会当看到内部停的火箭车变立体化，迄个车辆有几台，甚至是化兵群甲资电群的营区，资料拢会当用3D 的方式来看。卫星照片它就会提供一个拼图的主要的工具，它也许没把一张照片告诉你全貌，但是这照片收集的越多，你就越容易再搭配其他的讯息，逐渐找出它的全貌的概况。这个地方如果是备援作战指挥中心，它有一定的重要性，那你甚至在开始施工之前，就应该要先把它列入机密地区进行管制。国防部表示，未来会以国土测绘法、甲要塞地带保育法，继续要求 Google 做3D 的影像移除的作业。记者综合报道。国内传染症咧传有较少，管制措施嘛拢解除封锁。不过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是认定讲，未来若要保持这款成果，民众遵照指示挂喙罨，一定要有甲8成以上。另外，海关若开放，有可能染病的人就来到台湾，造成社区防疫的破拍。指挥中心也表示讲，目前海关有原来严格管制有较好。国内连续8礼拜无新增加武汉肺炎本土病例个案，管制措施大解封。过去疫情发生的这段时间，台湾防疫虽然做甲真好，不过指挥中心认为讲，未来要维持这个成果，民众挂喙罨的遵守程度也是上无爱维持伫咧8成以上，才会当减少疫情冲击到国内医疗。8成是一个数字，可是戴口罩要均匀啊。如果说有一个县市人都不戴，其他县市人都戴，全国还是8成，这样也是不行啊。像那个县市还是出问题啊哈。所以像这种所谓的群体保护呢，就是很均匀。医师表示，目前全台湾的负压隔离8层超1000层左右，平均每一个县市有100-200层。若是未来敢若剩10成左右的民众挂喙罨，目尾某一天发生群体突发病例，马上就会面对病床无够的问题，甚至有可能会引起院内感染。若是边境管制甲经济发展，确实是一件小违背的代志。要安怎1减2过，全世界确实拢真头壳痛。机场进来要不要有 PCR 的检验？我们对外国人要来开放的时候是一定要的。国人我们之所以没有这样做，现在那个检验一方面会让他回来跟我们配合的不确实，那另外一方面国人本来就进来又有病，我们本来就要医，这是按隔离的人，但外国人按就无迄义务讲大家医嘛。
但市长认为，若是边境凊彩开放可能感染者入来台湾，对社区防疫会造成空旷，而且佫要担医疗责任，所以边境严格控管的目标也是会继续。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真出名的医学期刊《Lancet》上届新的研究证实讲，保持社交距离确实有影会当降低染着武汉肺炎的风险。早起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嘛提醒，目前拢还佫无预防射甲对症的药品，民众确实着要会记接洗手。若无法度保持距离者，还是建议喙炎着要挂好掉。国内武汉肺炎疫情长号，各项活动已经解封，不过疫情指挥中心提醒，也是要保持社交距离。国际真有名医学期刊《7日展》上新的实证研究发现，增加社交距离会当降低武汉肺炎的感染率。譬如中国文化革命式的管控会当降低97%的感染率，非中国国家会当降低57%的感染率。当时这个中国大陆用的非常强烈的文革封城，让这一个传播很快的降低下来，当然是可以是一个解释。另外，香港上新的血清监测研究，甲过去2003年大规模感染 SARS 的历史血清，甲2020年民众抽样的血清做交叉分析比对。结果发现，一般民众的血清抗体阳性率仅2.7%，代表讲就算过去捌得过 SARS， 也无代表对武汉肺炎的产生抗体有免疫力。这些 SARS 的 COVID-19 有可能产生交叉反应，可是它并没有保护的作用。学者提起，在疫苗甲药物就绪进前，民众也是爱接洗手，保持好的卫生惯习。若是无法度保持社交距离，建议爱挂嘴簪，避免乱手传播。未来开放边境的时阵，若有一寡第二波疫情传出来，会当降低群组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咱话来讲，台北市政府针对行政院所要分的这张振兴3倍券，但是尽量要鼓舞民众签落去悠游卡内面，讲会加赚1000块的优待。搁再配合一寡商款市场的特别活动，望讲尽量甲民众这条加重的钱拢留落来用点台北市内。这2日来解除封锁令了后，台北市、新北市的白龙船比赛嘛，拢宣布要赶紧起行。不过和逐英年无共，就是无开放现场参观，全程拢要采用网络直播。手lin摕真侪鲜花，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来台北花卉市场视察花卉产销，受到疫情的冲击，婚礼大型活动纷纷拢取消。台北花卉市场损失是真严重，估计今年2月到5月损失有1亿6000万遐悬。前3个月我有算过整到上个月为止，差不多有1亿5千万。对，少卖，因为花量没有少嘛。那问题是价格比较低。刺激消费，黄珊珊当场就用电子支付买2000块的花，嘛因应振兴3倍券会伫7月初1就落。台北市规划加码的方案，方向是绑定悠游卡、敬老卡，除了中央补助的2000，台北市阁加码回馈1000块，嘛有甲商家推出振兴的优惠方案，要甲钱留伫咧台北市。大家其实都有悠游卡，包括老人家、学生卡，所以我们认为悠游卡应该是最方便的支付工具。那只是说他要上网去中央的规定就是电子票证要去绑定。我们比较大的挑战就是我们要让老人家还有相关有悠游卡的民众愿意绑定。不过现场的花卉支付却无悠游卡的支付功能，要安怎让年岁较大的人无买实体券，改用电子支付？黄珊珊讲，这是一个真大的挑战。防疫措施慢慢解封，龙船比赛也是新北市头一个定定的大型活动。不过防疫措施嘛是无帮零。目前也没有开放给观众啊，所以目前我们还是一样用现场直播的方式，在龙舟竞赛的过程当中，让透过影像传播。校友义强调，今年的龙船比赛因为防疫的关系，无开放现场看比赛，会改用网络直播。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刷落南，来讲进前，新北市政府就甲中央争取讲，1号高速公路5股趟杨梅的高架道路，就要往南继续建设去到苗栗头份。今年5月行政院也已经有核定通过，过来会交交通部去规划和办理环境影响的评估。若有法度建设完成者，台北驶去到新竹，拍算是45分钟久就会到。有经过五羊高架道路的人拢知影，请若是为油梅落来，要经过竹北到新竹科学园区的路段，常常都会拄到塞车的状况。为着要解决问题，新竹市甲中央争取五羊高架延伸至苗栗头份。日前行政院已经通过可行性研究，也说要交由交通部来办理综合规划。很好啊，那他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快到台北了。我觉得很方便啊，因为
这样子我家住在台北，然后我在新竹上班，来回就会时间更加的缩短。新竹市长林志坚表示，我用各界延伸至苗栗头分了后，希望会使解决目前高速公路新的路段在德北科学园区公河路以及系统交流道塞车的问题。高速公路在竹北到头份这一段，其实都是非常的拥塞哦，所以我们希望借由五杨高架向南延伸，来解决长时间民众因为交通拥塞造成的这个不便哦。市府交通处表示，高雄高架延伸建设经费差不多是新台币750亿。未来完工了后，台北要来往返新竹，差不多加需要45分钟，有希望来大提升大新竹地区的交通机能。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讲到高速公路，咱过来讲彰化溪湖交流道口进前一只大台货车，后车斗的门关无好，一寡建筑的废品，亲像砖仔、暗门图，沿路落50公尺远。无像是镇公所吊机台含四边的民众同做拼，差不多2点钟才清好势。但警方嘛看监视器，把迄台货车的司机找出来处分咯。警察车停喺路中，远警嘛落车协助指挥交通，因为有2个车道全部拢是喙砖仔角甲水泥角。这个地点伫咧溪湖镇溪东国小头前，6号尾仔有民众听到真大声的声音，到厝外口查看，就看到道路已经变做安尼的模样，附近的交通嘛因此大拍夹。我就一来对做啊听一声，伊就大走出来看，这就过去啊。真的很夸张了哈，所以说我在这边呼吁哈，驾驶人哈载重货物要绑牢紧啊。从昨天那种情形哈，幸好没有发生意外。溪湖镇公所接到通知，派出大型机具，也有清洁队的人员到现场协助清理，总共开了差不多2点钟，甲清了。警方嘛调路口感受的面对查，而且通知肇事的大货车教师到案说明。他表示说，他当时因为那个操作不当，然后造成那个安全的那个安全门没有锁紧好，造成那个碎砖块及碎石的掉落。肇事教师一直到7号才到派出所说明当时的状况。伊解说，当时并唔知影这个建筑废弃物已经落落，这个无停车直接离开。不过警方嘛是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来开发，镇公所嘛拍算要求伊赔偿清理的费用。记者张华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上的消息，目前全世界为着武汉肺炎过往的人数已经超过40万，染病计共大概700万人。患者排第2济巴西这个月卫生机关，即阵煞甲网站顶头染病统计资料拢总拖落来，无要搁再公布。巴西国内第2大社区，打到民众行上街路抗议政府，讲抵挡传染症的工作办了实在无好势。全世界武汉肺炎死亡人数伫台湾时间7月半暝超过40万大关。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全世界已经超过700万人确诊，约40万2300个人死亡。其中以美国的疫情上严重，超过197万人确诊，11万外人死亡。巴西以69万外人确诊排全球第2，超过3万6000外人死亡。也毋过巴西煞伫咧这个时阵，甲官方几啊个月以来公布的疫情相关数据提调，敢若保留24点钟以来的数字，而且无说明原因。Brazil's health ministry chose to take down a website on Friday that showed the evolution of the pandemic over time. The ministry has also chosen to stop publishing the total tally of confirmed cases in Brazil that now surpasses 645,000. 巴西总统波索纳洛伫咧推特顶悬表示，累积的数据无法度反映实际的状况，想要来减缓疫情的威胁，甚至因为世界卫生组织 WHO 提醒，伤过透早解封会有风险，颠倒呛声来要退出。Os Estados Unidos saiu do OMS, a gente estuda no futuro. Ou a OMS trabalha sem o viés ideológico, ou nós vamos estar fora também. Não precisamos de gente lá de fora. 抗议总统防疫不力，巴西第2大城里约初7出现加百名示威的民众，而且嘛呼应美国弗洛伊德事件，反对种族歧视甲警察暴力。记者林浩如整理报道。咱搁来讲，中国国务院的李克强总理5月底时脱面讲，因国内还阁有6亿人1月日赚无甲人民票1000块，嘛鼓舞民众排单救经济。
连续几日来，媒体拢真捧场，大力甲伊斗宣传。结果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宣传部所下令封锁这款主张。当学者就分析，这分明就是李克强和习近平因双人斗争手把的缘故来造成。武汉肺炎的疫情动荡影响中国的经济。中国国务院的总理李克强进前逼出有6亿的人口，每个月收入不到1000个人民币，生活是真困难。所以大力推塞路边摊的经济，鼓励失业的人排档来趁食，得到百姓大力的支持，架起排路边摊的经济热潮。媒体嘛对咧大力宣传，而这是开放放零的代表。开放地摊儿，我认为无疑是好政策，它也迅速获得了舆论的支持。然而，中国当然不能回到改革开放初期那样，让全国的所有城市重新被地摊覆盖。如果那样理解，就可能把好事儿做变形。也毋过对李克强顶个月预备发表谈话，才短10天了后，路边摊的经济煞拖出去封杀手打，因为中宣部要求媒体落架拆掉所有甲路边摊经济有关系报道，就连中央文明办把甲路边摊经济相关的正式文件拢总拆掉，用词嘛泼冷水，直接讲路边摊的经济毋是治百病的妙药。北京市嘛向中央施行，宣布加强查缉扰乱市容的违法行为，拢互外界解读讲，这个举动是习近平甲李克强的斗争，搁再铺就台面。李克强也很清楚，就是说地摊经济只能救急，不能是当做一个长期的经济政策，他可能还是会把它吞下来，会顺服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整个的强势性的领导。对于习近平主张的这个达到小康社会要扶贫灭贫，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啊。丁秀环分析讲，习近平除了认为路边摊经济损害中国强权的形象，嘛不满李克强坦承国内经济是真凄惨，搁再强调讲就业是今年中国经济上重要的代志。丁秀环认为讲，现阶段习近平甲权力拢集中伫伊身躯顶，无人会当动摇伊的威信。但是全面打压民众推塞的路边摊经济，恐惊变做以后动摇习近平政权的突破口。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6月初是北韩劳动党的第1副部长，就是大统领金正恩的小妹金宇正。开声要求南韩，就要禁止迄寡对北韩脱走的人所组织的团体，继续按空中放反共的宣传单过去。若无，南北韩联络的办公室就要关，甚至军事协定都要废除。但已经脱离北韩的人士就分析讲，这就是金正恩伫咧培养小妹接班的手段。北韩官方媒体7日上新公布的画面显示，金正恩主持朝鲜劳动党的政治局会议。外电引用北韩官方的消息指出，会议的内容除了农业生产、甲市民防疫以外，无讲到任何军事甲外交的议题。毋过，包括韩国阿里郎英语电视台甲由脱北者所主持的每日北韩的网络新闻报道，南北韩双方的政府最近互相配合，准备要打压韩国民间团体向北韩亚反共团团的行动。北韩官方伫6月初4用劳动党第1副部长金宇正的名义发表公开声明，除了动荡批评脱北者的团体要散布反共的传单，嘛强烈要求韩国文在寅政府通过立法，明文禁止类似的行为。接落来，伫咧初5，朝鲜劳动党的情报机关统战部公开强调，若是文在寅政府无要配合要求，会甲开城南北共同联动办公室关起来，而且无排除废弃2018年9月南北高峰会所签署的军事协定。根据韩国阿里郎英语新闻台甲联合新闻通讯社等等的媒体报道，韩国统一部会伫同一个时间公开表示，伫咧边界发传单是危害国民生命甲财产的安全，执政党会考虑禁止类似的行为。就算讲有国际人权团体提出批评，但是文在寅政府用行动显示，配合北韩的政府是较重要。每日北韩的分析认为讲，伫咧传统男尊女卑的北韩社会，金正恩想要培养敢若35岁妹妹金宇正来接班，有真大困难。假使讲这边会当用金宇正的名义强烈要求，嘛会当得到文在寅政府的配合，会当大大提升金宇正的威权地位，同时嘛会当达到孤立脱北者团体的目的。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内的消息，咱对南部看起来，人讲恒春半岛是月琴的故乡。屏东县邦山风港社区，咱就特别邀请老师来开月琴班。和庄仔来时代组织一团60月琴队，望讲互因骹手活动，感情交流，更加希望恒春半岛月琴民谣的文化会当探愈看。这阵老大人用恒春半岛出名的乐琴，
弹出一条搁一条好听的歌曲。我们都来参加乐龄大家唱那个民谣学乐琴，感觉很快乐。恒春半岛这里面这乐琴就比较风行，所以学这个有比较特殊的音乐的屏东棒山凤冈社区的阿公阿妈，有人弹乐琴，有人比动作，搁有人唱民谣，大家拢嘛吹笑目笑，欢喜甲。我们这个民谣跟乐琴这个要传承下去，所以我们就请老师来上了民谣课，学唱了以后，然后我们组了一个乐琴班练习乐琴，就以我们在地的那个题材当我们的歌词。社区执行长讲，透过乐琴班的课程，固定排时间，互社区的长辈练习，唔但会当互因振动骹手，心情开阔，阁会使和人联络感情。凤冈社区家己创作的本土歌，秘书是咧保守这歌活到老、学到老的老大人，希望因会当用乐琴，找到人生的新目标，继续把恒春半岛丰富的民谣文化传承落去。记者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实在讲，乐琴幕呢，民谣甲念落去。咱会消透心闷，唱的人欢喜，听的人嘛感觉心花开。讲到乐琴，永早乐琴有一寡片名，有一寡丰富。尤其弹乐琴上界出名，相信讲这个40-50年来，台湾人加减减拢会捌一个恒春的单达，人外号称呼叫做红麦达啦。陈明忠老师，咱知影讲，伊安尼一世人拍拼，就是咧宣传乐琴的艺术。伊伫咧1989年。伊原来家己作曲，捌写一条《红麦达》啦，这陈明如作词的，这条歌词真好，内底直咧写出伊对单达红麦达的怀念甲尊敬。咱来听头前的歌词安怎样讲？冷冷的风吹阮红红的目眶，清清的溪照阮白白的头毛，沉重的脚步对春分行到东尾。什么人要来牵阮的手？陈明忠老师较早是弹吉他，伊还袂真出名进前，去到学校内底，大项来邀请，伊就安尼轻轻啊伫咧唱歌。伊毋过唱吉他、弹吉他，这毋是讲唱年代西洋摇滚的歌曲，毋是哦。伊拢咧模仿红麦达啦，单达的开口。毋只即条陈明如作词、陈明忠作曲的红麦达啦，发表伫咧下晡的一出戏，即个专辑内底。原来去迄当阵的大学生真轰动、真风靡。有影你甲听讲这歌词，讲阮红红的目眶去互冷冷的风吹，清清的溪是照出阮白白的头毛。这正就是咧描写迄个乐琴幕咧唱树啊、香啊、鸡迄个单达伊的形象。对春分行来到东尾，什么人要来牵阮的手？搁来歌词讲，阮来的时行着白白的沙步，阮来的时行着爸母的脚步，是毋是懵懵少年无烦恼的心？互阮想起阮来的相思路。单达红麦达啊，伫咧唱恒春调，伫咧唱半岛的民谣，伊伫唱五空啊小调。伫咧唱牛尾盘，伫咧唱树香机，就是来到台北，或者学者发觉了后，才有一个全国性的知名度。毋过咱嘛知，单达离开的时阵，人生总是过了也真稀微。毋则过去有一条花季的歌曲，就是罗西安这名作家，伊的笔名叫做李栋所作词的《乐琴》。再唱一段树香机，再唱一段。长山谣，迄条乐琴的歌词，嘛是伫咧怀念单达，就亲像这条台语歌《红麦达》啊，嘛是伫咧流连咧怀念单达共款。嘛因为这个歌再三伫咧唱出单达抱乐琴唱歌的心声，毋则会造成讲恒春地愈来愈侪人对乐琴有兴趣，一班搁一班民谣班继续甲开落去。这条歌咱继续歌词来甲听互收煞。后壁面讲是虾米款的日子，是阮生活的滋味。是练习的苦，甲甘蔗的甜，是虾米人互阮想起阮来的故乡？是远远的月亮，甲长长的梦。是啦，歌词虽然无直接点名讲红麦达的过程，毋过咱嘛知影讲乐琴唱出心声，正就是要经过生活种种的艰酸苦痛。
唔少歌词讲生活内底有人心的苦，嘛有甘蔗的甜。歌词实在真迷人，红目达啊，确实让人真怀念。过来渐渐镜头刷向北，咱来讲南投县鱼池的红茶真出名。啊，若台南县满豆，即摆台南市满豆区，风声上界透的，当然就是文旦柚。大两边的农会，就以个人上界有特色的农产品，结合做一款有带柚仔香的红茶，有影是有一好，也阁有两好。可是老实说，我觉得茶的色水真深，啉起来像红茶，唔过透淋一寡柚仔香。南投县鱼池乡农会上新研发出来有柚仔香开的红茶，民众啉落到底是拢真介意。好，很好喝，很香，有那个柚子的味道。很漂亮的茶汤颜色，让人喝起来就是赏心悦目。南投鱼池乡农会用因生产的红茶，甲台南满豆区农会所吹到老长的柚仔花，两个农会经过真侪摆的测试，总算成功把花的香开夹入去茶叶内底。你也无看到花，因为其实咱经过3次的印制，这是需要时间。但是这样印制出来之后，它会比我们把花直接加在我们的茶里面，这样子来调配它的风味、滋味会更好。新长的果我们做了加工，然后老长的果就出去卖之后，就是出去品都是好的品质，然后比较规格外，就我们来做加工，会一个是很好的一个提升，这样子对农民帮助会更大。甲市场较普遍的柚仔花收落来做茶，一泡有柚仔香开的红茶，唔若无农药残留，也成功代表两个农会的特色，真做近来真受欢迎的农产品。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公园，咱来讲嘉义县民用的省道第一线，通去到中正大学的大学路。2年前，嘉义县政府因为道路改善计划，要把这段路两边79丛上百年的山野树刷走。经过环保团体不断争取，已经决定要刷入去中正大学校园内底了。用着刷条替100年的山野树带上新的图，79丛100年山野树移在入去嘉义民雄乡的中正大学内底，唔但解决外口交通的问题，嘛或者有在地基地的老树有了生存的所在。这里的村民就说，这个芒果树刚好那个树长得很高，所以它可以作为一个掩体，军事运输的掩体。那所以它在这边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也是乡民的劳动的现场，也是台湾殖民的历史的记忆哦。2年前因为道路拓宽要刷这树啊，团户找了真侪所在，但是一直到后树团体无法度达成共识。反而移栽过程甲新的环境，可能会造成100年老树的死亡。在地后树团队甲乡公所、县政府不断协调之下，最后总算刷入去中正大学。我们的建设单位为了解决车祸问题，也得到顺利的解决。护树团体那也让这些老树可以顺利的存活下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府公共政策彼此之间的协调的典范。30年前，因为要建设大学的连外道路，把一部分的山野树刷入去学校内底，想袂到经过30年了后，这个山野树最后也是搁做伙。中正大学就表示，未来这个所在会有纪念牌，要让学生会用知影这100年山野树的在地历史。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搁当来开讲台南市客家区，才有一位道长，名叫吴文进。伊毋但对道教的内涵真有研究。也用纸糊做出真侪细型的神兽甲古早厝，互古纸变做一款艺术品。今年台南市政府甲吴文进订立做纸糊这项传统工艺保存者，肯定伊对这种传统文化艺术的坚持。粗胚、二次胚、环胚，这环胚了足定的，这足定的。台南市客家区吴文进道长，甲即只会使传达天意和民情、观世音菩萨的坐架金门口摕伫咧手里，因为伊毋但对台湾昆生王平安监制各种道教科技真有研究，本身也是纸糊艺术的老师傅。古纸40年啊，不管是古早厝、新家，或者是普渡宫，吴文进拢有法度甲搞出来。观音大师做起，因为我要甲拄一种。本来是神礼用的物件，我变为艺术品。其实吴文进是对各种毕业，才对伊的阿舅学做古纸。虽然讲毋捌上过任何艺术专业的课，毋过伊的目睭真利，真够观察，真紧就掠到各种神兽的表情和线条，搞出来的作品拢真有路。今年吴文进去互台南市政府订立做纸糊这项传统工艺的保存者，伊讲传承纸糊技艺的重担才拄开始。一个责任的开端，
我拄我的大学，这38档的累积是含慢，还佫欠啦吼。啊，不过我拄迄个无形文化资产的，拄咱人的心灵，啊，逐工看迄美美的物件，你就无杂念嘛，无迄个不如意的。吴文静创这较细型的纸糊作品，互伊真做是一种收藏。改变英国纸糊品伫咧科技活动结束，就爱去红化掉的命运，用纸糊品装塔处理，也变加真时行。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瓜地和这个音乐家，毋但去互真侪歌手知名做音乐的制作人，佫也捌替足侪电影戏出做配乐。亲像翁阿妈迄观音这出头，拢是伊的手笔。甚至伊佫捌参加制作过舞台剧、甲大细场的演唱会。今日台湾新眼界文化新台湾这个单元，特别邀请所有观众朋友，咱做伙来看音乐家瓜地和的过程。金牌音乐制作人瓜地和潜心指导新歌手，安怎唱口开口。7月半你也是去海边，嘿，啊你有时你甲拖长伊，过程中伊就会较清楚。7月半你也是去海边。醒来就天光落，所来的囡仔。看重少年音乐人的特色，用少年人的想法甲开口，结合传统乐器，唱出无同款的台语流行音乐。其实我真简单啦，我就是讲我介意安尼嘿，啊我介意我就会想办法讲甲做出来，啊，互大家会当大家分享嘛吼，啊朋友之间啊介意安尼。惊讲咱若做制作人吼，有时啊迄个无共的乐团吼，还是讲歌手，因拢可能有一个家己的型啦吼，还是讲一个 style 安尼。除了流行音乐，瓜地和音乐路的所有制作方方面面拢真较全。过去嘛做过电影配乐、翁阿妈、会观音，甚至总统府音乐会、世大运开幕式，就连东京奥运。拢有瓜地和作品。瓜地和音乐所行大路，得过奖嘛袂少。传统甲现代音乐的对话，伫咧瓜地和身上看会到上好实践。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台中大家德化国校，一个读6年的同学郭跳婷。伊自细汉就得着动静血友病，身体若有空喙，就真歹复原。不过，嘛真积极咧找找家己的兴趣。但即阵已经不时互公益团体邀请去变魔术。郭条听讲，若有魔术通好变，伊就袂记家己身体的病痛了。邀请阿嬷去台顶，计要用刀仔甲伊的手刮落来。今年读国小6年仔的郭条婷，伊做魔术师，甲阿公阿嬷人家欢喜甲。对郭条婷的演出，阿嬷是真钦佩。那魔术就是安尼变来变去啊，我还这回还算真搞啊。魔术会带给人家神奇，因为把一个不可能的东西变成有可能。变成一个真实的东西，所以我才喜欢上了魔术。其实郭条婷有重度 A 型的血友病，只要无适宜去跋倒或者是弄着，伊身躯的空喙就真恶好。所以自细汉，伊就无法度和其他同学同款，四界走来走去去佚佗。虽然这摆互伊感觉真实际，不过伫咧伊读小学2年的时阵，捌因为看过一场魔术的表演，就开始对变魔术有兴趣。今摆伊毋但加入魔术社，阁互人邀请去公益团体表演。有时候我在痛的时候，魔术神奇嘛，它就可以让我暂时不会那么痛。他有找到他自己的兴趣，而且可以带给别人很开心。我觉得也替他很开心，我也支持他。就亲像是为魔术帽仔变出来5岁10岁的囡仔同款，郭条婷无因为身躯病痛，怎啊限制家己未来的发展？伊颠倒搁较用心，把家己的兴趣找出来。即摆伊用魔术增加人生的色彩，也带予身躯边的人真侪快乐，也有回想的镜头。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今日因为方面接近，阁有关家对流的云发展的影响。
西半部、甲东北边、甲外岛遮，拢会落着阵雨还是雷公雨，咱着爱特别注意雷公死呐，甲透风，嘛爱提防起场。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做伙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28度到30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8度到31度。台南、高雄、屏东27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25度到31度。金门、马祖、澎湖24度到30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晶，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先。看到我就知影，今仔日搁要来甲大家介绍小满了后刷落来的这块蒙井。蒙井汉字写作蒙井，罗马字写作母王蒙，子应井。蒙第5条，井第2条。蒙井差不多拢伫新历的6月初5到6月初7迄卡兜。蒙井这2字就是稻啊结穗的意思。这个时阵天气要开始炎热，黄山雨话袂声，要种植农作物较无效。蒙井的时，西瓜乃至山影这热人的果子嘛开始上市啊。这个果子拢是鲜的，我最爱食的，尤其做成串冰嘛真赞。伫炎热的天气，通互咱体凉。除了果子，讨海人这阵海东嘛真有。伫基隆、澎湖、台南外海有小港啊。高雄外海有小床，苏澳甲小琉球的外海有北欧。有介意食海鲜的朋友，行，咱做伙来去台南食小港仔米粉。甲蒙井有牵卡的俗语有：4月蒙井雨，5月无大土，6月火烧煲。意思就是讲，蒙井迄天若落雨，就会落到5月，所以5月就无大土。到6月时，若是好天，就会热甲像火咧烧，足热。还有一句俗语是“蒙井野，讨无食”，这句话意思就是讲，蒙井了后，百花的花期拢过去啊。即阵的尾牙已经无花粉通采，无通食啊！你会枵死！柳、蒙井、结穗、小港仔、小床、北乌、4月蒙井雨。
5月波大图，6月火烧波，望金野讨无食，趁即马这块行到望井，西瓜山影当着时，我要紧来去加食瓜。安尼，今仔日咱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